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咧係403條，問嘅就係咧輔助性嘅原則係咩呢？輔助性嘅原則咧，其實係屬於教會嘅社會訓導裏邊咧其中一個嘅原則發展出嚟嘅。佢講嘅咧係咩呢？嗱，我先講咗一啲咧嗰個理論先，咁大家聽下嚇。我估咧都聽唔明㗎，不過講一講先嚇個原則就係講咩呢？較高層嘅社會咧就唔應該剝奪較低層社會嘅權限剝奪咗佢權限，即係唔俾佢做決定嚇。咁較高層係乜嘢社會啊？相對嘅較高或者較低。較高層嘅譬如話政府啦嚇，咁較低層嘅相對咧可以係家庭啦。嗱，咁家庭相對於政府咪一個較低層嘅社會咯。咁但係家庭咧有佢可以做到一啲決定啦，可以安排自己嘅生活啦。譬如話想有幾多個子女啲仔女喺邊度讀書受咩教育嗱，咁家庭可以做決定，父母可以做決定，係嘛？個較高層嘅社會即係政府啦，就唔應該咧剝奪佢哋嘅權限，剝奪咗即係唔係話淨係純粹鼓勵咁樣嚇。咁咧剝奪咗之後點就干預咗佢內部嘅生活，反而咧就其實應該咧就係支持佢嘅呢個咧就叫輔助性輔助性原則嚇。好啦，嗱，舉個例啦，譬如話咧頭先講緊家庭譬如話生育計劃，所謂計劃生育或者嗱，有啲國家就咧話我哋唔可以咁多小朋友就只可以生一胎嘅啫，第二胎第三胎咧就要罰錢甚至咧要同你強行墮胎。嗱，咁呢個咧就係剝奪咗較低層社會嘅權限啦，因為政府咧剝奪咗家庭嘅權限。咁相反嚟講，譬如話我哋咧用一啲措施嚟去鼓勵生育免稅等等，係嘛？就呢個唔係剝奪咗冇剝奪佢嘅權限，而係俾翻佢自己做個權利嘅不過咧就鼓勵佢，影響佢啫。嗱，咁咧就冇違反到咧輔助性嘅原則。咁又或者咧，譬如話我啲仔女讀咩書，咁爸爸媽媽決定啦，係咪或者爸爸媽媽去照顧仔女一般係咁樣。咁政府唔可以話我接收你啲仔女，我嚟照顧不過咧，當家庭失效嘅時候咧就唔得啦。譬如父母坐監唔知咩事啦或者傷亡，咁仔女咧未成年，咁咧就政府咧有權咧，而且應該添有責任咧，就係照顧呢個子女啦。嗱，咁點解呢個原則出嚟嘅咧？其實就係嚟自天主㗎因為天主自己咧，佢治理世界就係咁嘅態度，佢唔會乜都管㗎，係嘛？佢俾人咧有自己嘅權㗎嘛有自己嘅自由去管理呢個世界。天主咧係必須嘅時候先出手就係咩人嘅最後嘅得救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今日俾大家聖經金句咧，嚟自呢個伯多祿前書嘅呢一句聖經金句咧，咁話講翻社會制度嘅人立嘅制度。佢話：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。睇起上嚟咧，即係都好尊重、好敬重人立嘅制度，因為人嘅智慧嚟自天主㗎嘛。咁但係咧要知道呢個聖經金句講咧係為咗天主嘅緣故，所以咧人神嘅關係超於咧人立嘅制度。咁如果呢啲制度係符合主嘅緣故咧，主嘅原因咧冇問題。咁我再讀一次呢個聖經金句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。伯多祿前書2章13節。